选调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乐你至权的名，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，闲时保养你的信实，就掠耶和华最欢喜，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。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个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阿爸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帮赞，拢是我靠主你的名，因为至圣的阿爸父上帝，讲起你搁一摆用你的荣耀来眷顾我，互阮大家拢蒙福。全心的敬拜学乐你，今仔日我要去谦卑来到主你的心腹座前，要来恭听你的信息，恳求你来开启阮属灵的目睭，我会通明白你的旨意，也开启阮属灵的耳仔，我会通听清楚你的教示，也互阮伫生活中。来彰显你的美德，互阮专心专意来服侍你。最近根据中央统混下的这个报道，伫这个俄罗斯可能要发动攻击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中间，英国的首相强生表示，如果西方若是忽略这个乌克兰，那么东亚会接受这项的这个讯息，也包括台湾在内。所以强生伫这个德国所发表这个演讲，要求西方都要团结起来，来处理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个威胁，并且建构任何的侵略的时阵，
拢会冲击着全世界这个安全。所以，就要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事这个危机来祈祷，才会冲击到咱台湾来陷入伫这个危机的这个境境。恳求上主来保护咱所行起的美国甲台湾这个国土，阻止一切这个恶势力，互国家甲人民日子昌盛。恳求主你束缚阮国家的政府，以及一切这个文武百官，束缚因有智慧、有仁慈、有德行，来敬畏上帝，来听从百姓，为人导无好的这个政治理念，也是这个施恩予全国的百姓。伫这个末世的这个时阵，主要所基督就要过来。我有一粒敏感的心来敬献基督，来做守望的帮站。大家来我过一摆，透过 YouTube、网络礼拜甲实体聚会来敬拜主你。恳求主你来领领我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礼拜的乡亲兄弟，做用着心灵甲诚实。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有主名通得到荣耀。我每一个人拢会当朝对上帝的赐福管道，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洁净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感受我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我有蒙恩的一个主日，让我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犹大书20章到23章。20章，但是所请的兄弟啊，就是恁至圣的神，家己起着伫圣神来祈祷，得伫上帝听。家己保守，毋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到永远。有交伊的，恁着怜悯伊；有的，恁着抢因出火来救因；有的，恁着惊吓来怜悯伊。连迄个互肉体拍垃圾的衫裤，也着掩护伊。就由于圣言节记载伫雅各书第1章22节到24节。22节，恁着做行道理的，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，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。譬如，亲像人伫家人，上细看伊家己的面，看过了就做伊去，连味袂记得伊生做啥物款。这是上帝的话，既若读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了。阿明，咱一点点来学了，哈利路亚，和散那。
Hosanna. 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Hosanna, Hosanna, Hosanna. Hosanna, Hosanna, Hosanna. 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Hosanna, Hosanna, Hosanna. Hosanna, Hosanna, Hosanna. Arriba! 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Hosanna, Hosanna, Hosann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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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Hallelujah, hallelujah.
位乡亲时代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有一位这个自由派这个传道人，伊来逐个伫读圣经的时阵，伊常常手拢拿一支家刀，伫读这个圣经。若是读到这个新约的所在，伊就甲伊夹起来。有一摆伫正道的时候，伊所讲的就是这个出埃及记。伊讲吼，伊这个百姓出埃及根本毋是什么新约，因为伫红海伫迄段时间，每年迄个时阵，海水只有剩18英寸尔尔，所以以色列人是撩水过这个红海。讲到这个时阵，伫大骹有一个查某人就大声喊讲：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那传道人错就讲，问讲啊，你是咧喊什么哈利路亚呢？查某人甲伊应讲：我要为着迄个伟大的新约喊哈利路亚嘛。啊，传道人讲：啊，他有甚物款伟大的新约呢？而这查某人讲吼，会通互这个埃及的军兵马车伫这个18寸的深的这个水来渡死吼，这敢是一个真伟大的新约嘛？伊是安尼回答讲。这个犹大书的结尾真实际，伫甲咱讲应该着安怎去做。犹大就亲像伊的兄哥雅各一样，主张听道甲行道爱平衡。我就讲，只是恁爱行道，毋通单单听道，家己欺骗家己，因为听道行道的人，就亲像人对镜伫看，本来这个面貌看了就行了后，就马上袂记伊的面相是做啥物款的。丁家告书第1章20甲24节，所以讲听道以后，若毋去听道，就你根本毋知影什么。所以华语讲，听到不去行道，你就不知道。所以犹太坑这个传道人毋通，实在是无甲人讲要安怎的，你才会安怎做，你就结束你的工作。毋通将这个听众留伫这个分段内面，爱甲因讲，着安怎去做。犹太亲像一个好的牧者迄款，伫甲咱讲要安怎去做。非常好的就是犹太无一开始就甲咱讲爱去对付遐个虚伪的人，伊无讲甲因烧死，伊嘛无讲将因赶走，也无讲叫因点点袂使讲话。犹太最担心的就是咱遮会听道理的人，还佫互遐个教师来传着路的人。那么伫即种败坏，陷入当信仰被灌水变较薄的时，当上帝恩典风乱涌的时阵，以及人去做伊想要去做的代志的时阵，第一项代志，咱就是要反省家己。第一项就是反省家己。伫你想要去处理以前，先确定你已经是尽了你应尽的本分。犹太只有互咱一点点仔建议尔定，咱应该在造就家己，保守家己，常常伫上帝听内面，伫圣经内面来祈祷，吞忍有耐心来听候主过来。犹太意思就是咧讲，你必须爱先行得正，然后才会去将代志带好正。上帝伫讲，教会恁家己先爱行得正，然后才会通互世间人去行得正。第二项代志，爱伫圣经内面来祈祷，就是照着圣经教你祈祷的方式去祈祷。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8章26节27节讲，尚且咱是软弱，有圣神帮助，
咱原本是毋知影要怎样来祈祷，只是圣神亲自用讲袂出来即个吐气替咱祈祷。感谢人心诶知影圣神的意思，因为圣神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。所以学习伫圣神内面祈祷，上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方言来祈祷。迄是上帝上水的文书之一呢。当你用这个圣神为着你来洗礼的时阵，就毋茫赐予你即款这个文书，通互你伫这个圣神内面来祈祷。人的话语拢总是真有限的，往往祈祷无几句，就毋知影煞接要讲什么，甚至嘛毋知影讲要如何来做结束的祈祷。你会发觉到上好的答案就是方言来祈祷。保罗讲：“我感谢上帝，我讲方言比恁这人搁较多。”我发觉伫这个圣经内面的祈祷，造就了这个保罗，互伊过度，互这个石头坑受鞭拍，搁落伫这个监牢顶顶这个苦难，总是伫保罗的批信内底，却无有一张批，也是一本册，提起着伊造就家己的这个秘诀。方言祈祷毋是公开伫运行的这个运用的这个文书，上最是两三个人做用方言祈祷就好，并且一定要有人会当翻译方言的人，若无就对别人无利益。这个文书是你私底下来运行的。第三项代志，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听内面。最后所讲，恁着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上伫我的听内面。你爱伫这个圣洁的信仰内面来造就家己，伫圣经内面来祈祷，听互主耶稣搁再来，也搁爱保守你家己常常伫上帝听内面。所以人若对有这个爱护一回事，总是保持伫听的中间，又搁是另外一回代志呢。这老约翰伫约翰一书3章24节讲，遵守上帝命令的，就踮伫上帝内面，上帝嘛踮伫伊的内面。咱所以知影，上帝踮伫咱的内面，是因为伊所赐予咱的这个圣神。你若是要踮伫上帝的听内面，那么就要照上帝的吩咐去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甲主常常踮伫听的中间，照伊吩咐你去做，遐个假的教师就会自动来离开你，因为因对你是无可，种无法度你的答话，无可奈何。若是用着标准的台语来讲，就是讲无法伫你的答话。第四项代志。爱确定你是我可毋茫来活的，咱是活着一个被称作存在主义这年代内底，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为着今仔日来活，咱袂记你昨昏，也袂记你明仔载。人唯一的这个意义，人生唯一的意义，就是你目前的存在。那么这种人真明显的，就是这个所罗的这个症候群，以扫的症候群哦。伊所讲，我现在犹到要死呢，我宁可现在就啉一碗红豆汤，较好过大囝的命运。虽讲伊后来后悔，流目屎苦苦哀求，总是永远袂通恢复伊原本的这个地位咯。所以现在这个世代，就伫咱的身躯边。就是信徒的生活，绝对袂通是安心的。上一个人讲，我是为着主要所过来迄日来活的，所以我是为着将来来活，毋是为着现在来活的。所以现在咱已经是有心去担着一点仔永生的这个滋味咯，就是咱为着永恒来活的，
毋通为着今仔日一碗红豆汤就失去这个永远，这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你必须爱持守正道，伫这个信望爱中间的起自家己，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代志。那么续接落来就是应该去帮赞别人。有3种人需要咱的帮赞。第一种人就是这个丢毒袂当做决定，毋知应该就爱听探真意的假使呢。咱必须要认明这种心理有疑问、迷惑的人，你有一份这出伫这听的责任，爱带因离开迄个错误的道路。第二条路，第二条，第二种人，就是被这个错误来引带，伫时候有生命的危险。这里讲的就是爱将因对火中来救出来，拿出去火烧厝，尽量抢救因出来。有人将这句话解释做传福音，救人脱离这个阴间的这个火，其实完全是跟这个传福音无关系啦，无错。是救因脱离这阴间的火，就是毋是因为因要会得救，乃是因为因拢是基督徒，是互这个互人带入去错误的道路。伫某一个时阵，行动较赢过这个言语的，所以咱爱尽力去抢救因来出来，需要采取行动，毋通干那用嘴讲就准煞。第三种人。就是已经做到这个拉萨，希腊原文的圣经伫讲爱谨慎提防这种人，甚至毋通互这个有的内衫来拍拉萨。伫这个旧约，这类的这个衫裤是爱家摕去烧掉的，就亲像今仔日咱面对这个病毒的时阵，爱穿这个全副的武装。对头甲骹爱保护，避免被传染，所以毋通放杀因，爱怜悯因，意思就爱互因过伫这因所通得到的，爱对因特别好。有一个查甫人得到这个艾滋病，那么伊知影家己的日子无真多。就是伊真少年要倒去伊的厝内，希望伫即个感恩节通倒转去，甲厝内人来共同度过即个最后即个感恩节，所以就拍电话甲互伊的老母，表达伊的心愿。所以妈妈伫即个电话中无甲伊拒绝，所以就欢欢喜喜就倒转去厝内。所以因兜人看伊入门的时，无一个人。行进前去甲伊抱，伊的老母手举着即个壁角一个桌啊，互伊伫即个壁角家己伫用餐。当然，老母将即个食物拢备办好势，做是伊注意着对盘啊、甲桌啊、签啊，拢总是即个免洗的餐具，所以伊就凊彩白白咧，因为无人要陪伊食饭。食饱，伊就穿外衫，就行出这个门口。外面落着大雪，伊感觉到早前温暖的这间厝，就今仔日已经比外面大雪搁较冰、搁较冷咯，搁较冰、搁较冷咯。咱领受到这个人民爱存着检采，会通拯救因的这个愿望，去怜悯因，毋通放杀因，就要去听因。咱对即款人，应该都抱着适当的这个惊吓，无毋对。总是呢，咱永远都爱关心因，因为基督也为着因来放杀性命的。咱必须要将怜悯传给别人，因为最后说，基督伫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第70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了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。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了。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，阿們。回应诗歌，求主予我
一粒心。今仔日的主题就是为着永恒来活，所以回应时歌，咱要来求主赐予咱有一粒为着主来活的这个心。咱要放开世间上所有的一切，无搁再去想念咯。主啊，请互我气力，互我无跌到跋倒，来行所剩的几里路。无论什么时，伫倒位，愿主来保守。阿免。主予我一粒心，为你来活，放下世间所有，我不再思念。予我快乐，我的跋倒，行剩的几里路。无论你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求主予我一粒心，为你来活，放下世间所有。我个笑脸，予我快乐，无伫跋倒，行剩的几里路。无论你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求主予我一粒心，为你来活，放下世间所有，我个笑脸，予我快乐，无伫跋倒，行剩的几里路。无论你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快乐，袂伫跋倒，行剩的几里路。无论你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愿主来保守。世界
来保守。求主予我一粒心，为你来活。放下世间所有，我个笑脸。我快乐，我的跋倒，行春的几里路。无论你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
世间所有，我个少年，我快乐无伫花朵，青春的几路，无论你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充满快乐，飞伫花朵，行春的几路。无论你何时何方，愿主来保守。愿主来保守。再来一条，当心三个来祈祷。亲爱宝贝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犹太书10到23章，以及雅各书第1章22到24节做来思想，为着永恒来活这个题目。对今日这个信息中间，互咱来知影，这老约翰伫这个约翰一书3章24节内面所讲的话，讲遵守上帝命令的，就踮伫上帝内面，上帝也踮伫伊的内面。咱所知影的，上帝踮伫咱的内面，是因为伊所赐予咱这个圣神。你若是要踮伫上帝的听的中间，那么就要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。所以你就必须要持守正道，伫这个信望爱的中间来建造家己，这是第一要紧的。接受落来就要去帮助别人，尤其是遐软正的族群，也是遐边缘的人。咱领受着这个灵敏，爱存着检测话筒，拯救因的这个愿望去灵敏因，唔通随意放弃因，就爱疼惜因。对这种人，应该就要抱着适当的这个经验，同时咱犹原爱关心着因。因为基督要为着因来放杀性命的，但必须要将灵敏传给别人。因为最后所讲，灵敏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灵敏。阮当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免。头一条，咱三牧师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做甲恁敏，最后所基督的恩典，圣神保佑所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敬岁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亲爱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这个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的礼拜，到这就要过一段落。咱毋茫伫后会共一个时间，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来相甲见面，愿上帝赐福保护你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。拜拜。
愿恁平安。恁着去借万变是做好事，甲伊行，说来几遍上帝，着甲伊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。上帝欢喜的面欢喜，恁着去借万变是做好事，甲伊行，说了几遍上帝，着甲伊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阿罗哈哦伊，阿罗哈哦伊，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，阿罗哈哦伊，阿罗哈哦伊，我背后地欢喜的名欢喜。